新闻的头一条，来看这个桃园市有一个高中1年的女学生，9月24注这个 BNT 疫苗，12天后，也就是10月初5开始来发烧。一开始抓准是感冒，先到诊所来看诊，但是也是一直发烧，烧袂退，送到大病院，才发现是心肌炎。因为女学生的病况无稳定，病院已经甲倒叶克膜来救命。礼拜4的早上的时候，母亲已经确定她是得了感染的心肌炎，立刻就转入加护病房加膜，也装了叶克膜。目前意识清醒，但是非常的激动。那么最重要这1个礼拜，看她能不能够撑过去。那我们学校呢，也是持续跟这个家长联络，因为校长讲，全校3394个学生做完这个预防射了后，拢无来出现到不良的反应。这位女学生一开始嘛是好好，一直到12天后，然后开始无爽快，过来发烧烧袂退，到病院检查才验出是心肌炎。目前人是昏迷，使用叶克膜在治疗。